台语一年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我小杰。又过来甲咱要讨论动画的时间啦。咱这摆要讨论的动画吼，其实咱讨论有一站嘛，因为真正有足侪足精彩、足好看的。我嘛是伫遐想讲吼，到底要介绍什么动画？因为咱一定要推荐迄较好看的，上好看的对。嘿啊，无就感觉吼，推出去，大家感觉歹看，安尼就感觉真拍算啊。对。第一个就是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。我讲这一定做到第3季，本地迄个男主角卡兹嘛，是一个原本的世界，一直算 game 一个男主角。有一天伊为着要出去买新的游戏片，去一个超商的头前的时阵，伊去拄着一个查某囡仔险险要互车弄，为着要救伊，伊就足勇敢要去甲救。也毋过伊在甲救的时阵，无说伊去互车弄着，其实吼，伊弄着，伊毋是伊真正死亡的方式。伊去甲天堂的时阵，伊拄着一个女神，迄个女神吼就甲讲吼，伊其实真正死亡吼是咧，伊要互车弄着进前，伊就先互惊死，来惊到错了。所以迄个男主角卡斯玛吼，伊就做袂爽，要去甲异世界做勇者的一个人吼，伊通常拢会当摕一寡武器啊，经一寡灾灵啊，去甲异世界。到最后伊要选的时阵，伊甲即个女神阿垮甲拖落水讲，我不爱生个装逼，我要你这个女神，看我做伙去。所以到最后迄个女神嘛吼，做伙拖落去。即摆做到第3季咯。伊虽然讲有当时啊画图，伊就故意画甲做落差的，也毋过即落差就是伊的特色。伊的评价到即摆拢是5分，满分5分哦。过来要介绍这出嘛是好笑的啦，叫做《怪人的三人碗》。伫咧故事的一开始啊，有一个异世界来公主叫做莎拉，伊就是因为去互人追杀，所以伊就来到这个现代日本安尼，伊就去拄着一个侦探叫做 Sosuke。伫咧遮伊嘛毋知影伊要带倒要创啥，所以伊就先带伫咧 Sosuke 因兜帮助伊去调查一寡案件安尼。因为伊是公主嘛，所以伊嘛是有家己的侍卫叫做莉比亚。莉比亚伊就对伊的公主的脚步嘛来到现代社会安尼，伊就拄着一个罗汉脚叫做Suzuki， 因就开始伫咧现代社会的即个生活安尼。第3个就是讲吼，暗时的海蒂袂晓收水。其实这海蒂吼，伊就是比有女主角叫做马希鲁，因为海蒂本身伊袂晓收水，伊是拢对着迄水流去倒位，伊就对漂流到迄个所在。所以吼，亲像讲马希鲁伊伫即个社会步步丁丁啊，毋知影要做啥物啦，对着即个林条安尼落去行。其实吼马希鲁吼，伊细汉的时阵，伊就表现出伊足有画图的一寡才情。伊有一天吼，伊画一幅迄个海蒂的图。这海蒂的图吼，去让人踢笑。也毋过吼，其实伊迄个时阵互踢笑了后，伊就毋敢家己迄种画图的才情甲展现出来。一直到有一天拄着另外一个女主角叫做卡诺。这个卡诺吼，就一日啊就认出讲吼，这是海蒂的画。这个故事主要就是讲吼，因两个女主角之间的一寡感情，伫网络顶悬的反应也是袂歹。他上尾一出咱要来介绍，就是《王牌酒保 Glass of God》。这个主角叫做柳，伊原本要去读迄个大学，毋过伊放弃要入去读大学。这个机会，伊就家己走去法国，去参加一个欧洲调酒协会主办的调酒大赛，得到优胜安尼。所以就变成一个伫咧欧洲专门为着 VIP 调酒的头一个日本人。伊就伫咧迄个巴黎丽池饭店，伊服务了后，伊就转转来日本啊安尼。伊转来日本了后，其实伊有伫咧日本的足侪bar做工课。其中吼，伊有一间叫做 Eden Hell 的 bar， 就是伊咧管的安尼。尾仔伊嘛有去开一间家己的 bar， 叫做 Eden Hell RNT 安尼。伊调的每一杯酒吼，其实拢是有故事的安尼，内底嘛是有迄款伊要互人客的心意安尼。看这出动画吼，你毋但会使去体会讲做酒保这道的精神，你嘛会使去内底学习到足侪吉酒的知识安尼。像吼，酒保要调出一个好啉的酒，有啥物要素？譬如讲吼，你即个人客入来，迄个酒保伊就先去观察讲吼，伊可能是啥物职业的人，伊就为着伊即摆的状态去调一个适合伊即摆的酒，互伊啉。除了这4个了后吼，其实这季吼足好看。这季内底转型这个系列内底，其实仔细部拢会当看。要毋过咱上推荐的就是这4部。等后会继续讲继续看，大家一年等，拜拜。